向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虽然林志坚已经退出桃园市长的选战，也过伊论文的风波也未收煞。之前代代已经决议讲，因为伊抄论文，所以撤销学位。若中华大学昨昏嘛认定林志坚抄论文的成绩严重，撤销伊的硕士学位。林志坚是透过律师作出回应，伊讲伊对这个结果感觉遗憾，因为伊是涉嫌抄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的报告。竹科管理局嘛讲，等收到中华大学的说明，会研究刷落来安怎处理。中华大学理事公布林志坚论文案审议结果，认定抄袭的情形严重，撤销伊硕士的学位。于厘清本案事实后，认定林志坚均就本案硕士学位论文之写作，确实存在抄袭情事，且情节重大，并建议依法撤销林志坚均硕士学位。中华大学校长刘维基希望林志坚会当记书教训，努力再出发，也认为指导老师明显有疏失，也有责任，将会送告评会检讨。兼顾论文抄袭的南营台北市议员王宏美批评，两篇论文拢抄袭，是学术界见笑代。林志坚的论文门演变到今天，那成为一个双杀的局面。那么林志坚也创下国内的政治人物第一位，在短短1个月之内就失去2个大学的硕士学位。那我想这个是彻彻底底的是一个学术的丑闻。林志坚是透过委任律师回应讲，对中华大学学论会公布的审议结果感觉遗憾，会伫咧收到学校的通知内容了，结果研究要安怎进行救济。竹科管理局也发声明，讲已经请中华大学查清楚合约的相关内容，结果来研究要安怎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宜兰县长林祖苗甲伊的查某囝是因为涉嫌贪污的弊案，互检方起诉。林祖苗甲国民党拢批评这是政治对杀，严格时代力量是呼吁林祖苗毋好阁欺骗宜兰县民。也那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江聪燕是批评林祖苗的查某囝甲县府当作是家己的公司。林祖苗有出来发冤枉，讲这是选举的操作。宜兰县长林祖苗涉及土地贪渎加财产来源不明弊案，甲伊的查某囝林日玲最近互检方起诉。二是时代力量宜兰县党部在党内立委区显示，希望林祖苗毋通欺骗宜兰县民，诚实的面对官司，互宜兰的县政回归正常化，公务人员回归专业。第一个，林之妙县长应该要退选；第二个，林之妙县长应该要辞职下台。根据检方的起诉书，林之妙的新北前建设处长吴兆琴在贪渎案内面角色正关键。伊因为承认部分案情，也阁提供线索，检方向法院就此免刑。吴兆琴也讲，县长林祖苗真侪代志拢听查某囝林日玲的话。对手江聪燕在接受电台访问时阵，质疑林祖苗的查某囝感情伤深。这几年宜兰已经失去公营感，大家对宜兰的价值产生怀疑，人口流失要到6000多人。所以讲有真好的交通，人口一直外流嘛，所以对这个宜兰价值宜兰公营，大家这个有质疑啦哈。我昨天已经都讲过了啊，可是好像就是在选举的操弄啊，新射箭在画板啊。林祖苗24载起到宜兰国小参加公开活动，对媒体问伊官司的问题，伊低调无愿意加讲，只敢讲拢已经讲过啊，这是选举的操作。先下钱，结果为把心。宜兰县议会国民党党团是发声明，反击检方的起诉内容，并且质疑检方提供的是一份无按照证据配合政治对杀的起诉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顶半天各地同款是烧热的天气，严格过道水汽就会增加，中部以北会开始落雨，嘛爱细致汹汹上大雨。咱同齐来看分图。今日是受西南风的影响，水汽有较高。东半部是侪云，若过道受热对流的影响，偶有雷阵雨。尤其是中部以北会上大雨。若今仔日无落雨的时，各地同款会感觉真热，高温有33度至35度。气象局毛针对双北等9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花莲的高温有机会升悬到38度以上。若明仔载拜五，受高压的影响，水汽会减少，各地会阁开阔。侪云到好天的天气，
拜六暗暝时，才会受微弱的东北风影响，这方面的水汽会变较济，所以北部、东半部就有局部地渐阵雨，那高温嘛会小可下降。来关心台铁工会伫昨昏针对有召开临时理监事会，针对劳资的争议，考虑到行政院甲交通部即马愿意出面协商，而且伊嘛有争取到相关的福利，所以已经决定讲中秋也有双十节，才会固定假日，因会配合交通部的运输计划照常上班。另外，台铁嘛已经宣布，对明年元旦开始会替员工加薪水。中秋节要到啊，台铁工会是毋是会搁发起无加班运动哩？对这件代志，台铁工会24早起召开临时理监事会议，考虑行政院甲交通部有释出善意，而且有争取到相关的福利，所以决定中秋国庆这个固定假日，配合交通部的试运计划，会照常上班。然后跟部长有达成一个共识，我们针对这一项的部分里面然后做员工的一个加薪的一个方向啊。我们在临时理事会里面就配合政府的那个运输。台铁表示，已经研究真侪项老人才做法，目前规划为112年1月初1发放老人才这部津贴，等于每人加薪2000块，火车驾驶安全奖金增加5成，等于每个月各计1500。交通部已经同意报行政院协定。未来台铁公司创立的时阵，职工福利金一届提拨12亿。后届员工的3节礼金也有可能大幅度提高。那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再跟工会这边再做协调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完成台铁公司化的一个改革的进程。目前台铁甲工会达成共识，即马天气危机虽然解除，不过台铁工会也是表示，为了维持相关劳资议题的谈判力量，依法罢工法定程序也是继续进行，希望准备不过唔免使用，也希望行政院甲交通部会当照约束来施行。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国民党发布新闻稿表示，副主席谢立言，一群人昨暗伫昆山江苏的昆山，甲中国海协会会长张志军有食饭见面。双方有针对台湾民众甲伫中国的台商所关心甲不满的中国军演，也有主动农产品进口这个问题，讲互中国知。嘛有针对ECFA法早收清单，两岸增加航点，也有台商的权益，投资的保障这个议题，互相讨论，互相参详。来关心中国时报。经济部之前有公布7月份外销订单金额是542亿6千万美金，年减1.9%。面板产业进入调整期，军创公司昨昏就向亚工要求员工休无薪假，有规划2届休年假，和外界认为讲是强迫劳工爱休困，不过公司是赔回讲是提早休假未减薪水。咱来看自由时报。让3冬外，咱国内即马阁出现出血性大肠杆菌的感染个案。这是一个中部9岁的查某囡仔，伊腹肚痛、落屎，经过治疗已经出院。为怎样会去感染源伫倒位？即马拢在调查。因为囡仔去胃着了后，有可能会出现溶血性肉毒的症候群，严重会死亡，也是长期爱洗药剂。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增加28000外的本土病例，中重症有127例，死亡个案有18例。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本土疫情有降悬的趋势，后礼拜高一日有机会是阁超过3万人确诊，有可能要等到9月中疫情才会转好。新冠本土疫情确定降悬，24礼拜3新增加28397例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病例数6000多例，台中市、台北市、甲同市拢超过3000例，中重症有127例，死亡有12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预定后礼拜单日确诊有机会超过3万例，这届 BA.5 疫情最高点会伫9月中下旬。的确是这一周的这个开始很明确的在向上哈。那根据我们内部的这个模型来推估的话，这一波的疫情，我们认为它的高峰，也就是它的高点会在9月的中下旬。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中和感染是后一轮疫情的特点，因为 Omicron 变异株 BA.5 比 BA.2 更较高危人，而且有免疫逃脱的特性。民众有可能感染 BA.2， 又搁感染 BA.5。咱国7月修改中和感染的定期以来，已经5000多例通报中和感染。
未来随着这个疫情如果攀升，加上大家感染过确诊的时间慢慢拉长那这个重复感染的人数预计是会增加。为了防止 BA.5 疫情造成规定烧毁，指挥中心也宣布，各类型大宿舍加社区式的照护机构，每礼拜定期快筛2届规定延长到9月底。但是外界关心的莫德纳次世代疫苗，是药署已经展开紧急使用授权 EUA 的审查，不过是药署要求补件，一定后礼拜一进前会阁安排审查，上紧10月会才会到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交通部的观光局顶个月15有启动咱国内旅游补助方案，自由行大饭店上济一暗会当补助13块，因为即阵阁是休热，所以真侪民众去使用去申请。交通部就讲相关的经费已经用7成，所以嘛对外宣布，即个补助方案到9月初8就会动点。趁休热开学进前，不少家长带囡仔去佚佗。云林古坑区一寡出名风景点有大阵游客，人比平常时增加2倍。而且云林县政府配合国民旅游振兴，佮结合在地产业，推广漫游云林500有够赞，来云林消费并发票登录，就会当抽大奖。爸爸妈妈都会带小朋友出来迄个消费嘛，因为因拢赶伫这个暑假以前把小朋友带来家佚佗，结合我们在地这个是11家的观光工厂、8大商圈还有就是我们礼数业者大家一起来响应。那业者加码将近了200万的这样一个奖金的这个奖品进来。最近国内旅游正烧热，因为交通部观光局顶个月15开始推广国内旅游补助方案，其中自由行每人每暗上济补助1300的大幅优惠，短短1个月过，观光局的官网已经到优惠房间数使用超过7成的红灯，所以宣布9月初8是大幅补助最后一天。昨天已经超过70%已经亮红灯了所以我们预计是9月8号就这个国旅的个别旅游的补助可能就要告一个段落。不过观光局是讲，其他国内团体旅游加观光游乐园的入园优惠补助，也是持续到今年12月15，民众会当好好把握机会运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6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47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28570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加强已经超过511万例，日本超过1700万例，韩国超过20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5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是超过3400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2300万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有警告讲，俄罗斯最近会对乌克兰国发动攻击。乌克兰中部一个火车头昨昏就轰炸，目前迄个所在上无已经知影有造成22个人死亡。那欧美国家是继续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强森第3届去基辅访问。那美国嘛已经宣布，佮要提供30亿美金援助乌克兰。受到攻击的查布林镇人口差不多3500人，当地真侪厝、汽车拢被炸害去，落的拢是碎片。这户徛家注定被炸甲规翘起来，厝内11岁囡仔互火一弹炸死。二是乌克兰独立31年纪念日，总统泽伦斯基将甲联合国安理会伫咧时讯传来被攻击嘅消息。Отримав інформацію про те, що російським ракетним ударом по Дніпропетровській області, по залізничній станції, прямо по вагонах, на станції Чаплине, 4 пасажирські вагони зараз горять. 俄战争拍到即马已经6个月啊，当时会结束。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讲，即马还无答案。Are we going to be back here in another 6 months for a 1-year anniversary? I'm no fortune teller. I will not be abl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Well,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ee happen? I would like to see all aims and targets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 that had been set by the Russian leadership implemented, and we have the negotiated solution that would end. 伫即天，国无2礼拜就被退位的英国首相强生到基辅访问，也是俄战争开始了伊第3遍来。
宣布要搁再提供5400万英镑，差不多代表19亿2000万的军事援助。美国也宣布对乌克兰军事援助30亿美金，用伫咧训练甲武器供应。目前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总额已经到106亿美金，其他欧洲的领导人也拢讲坚定支持乌克兰。这场战争本来大家认为莫斯科会正紧就攻下乌克兰，结果拖到即马却变做消磨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俄罗斯拍乌克兰这场战争已经拍半冬，世界各国是继续制裁俄罗斯。那欧盟监管国之一的拉脱维亚23嘛，甲旧苏联时代二战胜利纪念碑甲拆掉。纪念碑的周围有绿色的布围起来，会当看到两台怪手正在做拆除工程。欧盟监管国的拉脱维亚23开始拆除旧苏联时期的二战胜利纪念碑。For Latvians, this monument symbolizes Latvia's occup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fter Russia's invasion in Ukraine, we can't tolerate it anymore. 这个纪念碑悬80公尺，是1985年起的，伫首都利兹的胜利公园内底。除了纪念碑以外，阁有边仔的俄罗斯祖国标签，甲3名红军士兵的石头像。结果嘛，伫11月15进前全部拆除，煞引起国内5国的民众不满，超过1万人联署反对。各地的政治家伫附近组织，险甲警方还有支持拆除的人发生冲突。俄乌战争到即马满6个月，各国继续抵制俄罗斯，包括拉脱维亚、立陶宛、甲捷克已经拒绝发签证予俄国的民众。爱沙尼亚是为18开始禁止俄国人去爱沙尼亚发的签证，入境去欧洲的新禁区旅游。When these people are going to see Brandenburg Gates, the people are dying unde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ombs, and Russian Federation authorities are using the tax money what is paid by thes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ir tourist trips to Europe. 虽然真侪各国游客抗议，认为家己有人权，无应该互各国的公民替政府的行为负责。也毋过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嘛，要伫社群网站表态，会引起欧洲旅游是特权，毋是人权。伊甲芬兰的总理马里嘛，做伙呼吁欧盟限制俄国人去欧洲。若是欧盟所有成员国无法度达到同款的制裁协议，立陶宛嘛有可能联合区域国家禁止俄国的游客入境。国际新闻台是董朋友。尼加拉瓜政府为着要消灭反对派势力，步数进展上空上芳，因是甲当地全国性纸本媒体新闻部的总部，甲硬改做文化中心。另外，伫墨西哥是有记者因为采访报道的内容失去性命。尼加拉瓜的司法部长温蒂莫拉里斯23参加以西林荷西厄特桥为名的文化中心献幕仪式，甲大楼的使用权文件交予负责人。而这座文化中心的入口边的所在，新闻部招牌所留下的字也真清楚看得到。新闻部是西半球历史上较悠久的报纸之一，去年予尼加拉瓜警方强占，经理霍尔曼就检方以洗钱的罪名来起诉，所以果然互加禁。了后120名记者就流亡海外，对哥斯达黎加、美国、墨西哥这所在发行网络版本的新闻部。不过奥地利政府打压异己，用尽办法来牵制新闻自由。直接甲新闻部的大楼、机器甲设备全部来征收，用文化中心的名义重新来开播。En este momento, Nicaragua es el único país en el continente americano que no cuenta con diarios impresos, que ha elaborado toda una estrategia para cerrar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informativos, pero que ha perdido de vista que con cada medio de comunicación que cierra limita la 嘛是新闻部的见到网络报纸、机密甲电视频道100%消息的办公室也遭到当局来没收。墨西哥记者23伫阿卡普戈市举行示威抗议，凸显今年到这种位置已经有18名同业比赛的事实，要求终止对媒体记者用各种方法来对杀的行为。Nadie está segura que salimos de nuestras casas, pero no sabemos si vamos a regresar. No sabemos qué de lo que decimos, qué de lo que escribimos puede molestar a las personas y no sabemos si es nuestra última nota, nuestra última columna, nuestro último reportaje.
伤心的受害者是专栏组别弗雷迪罗麦，伊在二日发表2014年43名学生失踪惨死案件，有政府官员牵涉的文章了后，开车之外就予一寡骑机车的杀手开枪拍死，是这个月第4站记者被杀的案件。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会替美国的大学生免除1万块美金的学生贷款。那这个政策可能会好着民主党其中的选举。不过经济学家是认为，这嘛会予美国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个消息一出来，大部分的大学生拢真欢喜，嘛表示欢迎。也不过，伊嘛表示讲，这是免除贷款，所以未对生活有产生什么大改变。为了要摒弃中选举，美国总统拜登对贷款读书的学生放出利刀，立时宣布免除国内大学生1万美金的助学贷款。My campaign for president, I made a commitment. I made a commitment that would provide student debt relief, and I'm honoring that commitment today. Using the authority Congress granted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we will forgive $10,000 in outstanding federal student loans. 另外，靠配合助学金读大学的，也就是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会当免除2万美金。听到这个消息，大学生拢真欢喜，不过也讲对因的生活未有偌大的改变。Well, I'm taking about 25 to 30K a year in loans to be here, and coupled with my loans from undergrad, I plan to be over $100,000 in debt when I graduate. And so, I mean, 10K off. It's not changing anything dramatically about my life situation. 像2000年第一遍读大学的单亲妈妈，到即嘛抑阁伫咧派助学贷款，抑阁会加3囡仔欠教育基金。From my first college experience is about $12,000, and I've been making payments, but you know, of course, before the pause, every single one of my payments has only paid for interest. 虽然民主党人希望拜登会当免除一个人5万美金的学贷，讲安尼少年人才有法度买厝。不过经济学家讲，取消债务和消费者加出几落千亿美金的支出额度，和对抗通膨增加变数。拜登也澄清 By resuming student loan payments at the same time as we provide targeted relief, we're taking an economically responsible course. As a consequence, about $50 billion a year will start coming back into the Treasury because of resumption of debt. 目前美国差不多也有1兆6000亿美金也未还的助学贷款。CNN 引述联邦预算报告的资料讲，就算是取消一个人1万美金的学贷，也未还的债务总额，也会伫咧4年内阁涨到原本的水平。公司新闻郑伟林、张建光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日本能源政策有可能会出现重大的改变，因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下令要求研究起新型的核电厂。来关心美国的第一夫人吉尔进前去画着，伊是食非水抗病毒的药啊了后有转做阴性，也毋过即马佫转做阳性，嘛互外界开始咧质疑药啊的效果。来关心美国的副国务卿雪曼拜日的时有甲中国驻美国的大使见面，讨论台湾议题。也毋过美国国务院并无公布会谈的内容。镜头可能咱国来关心总统蔡英文进前有去视察海军海防三中队，嘛互北海岸3支的反舰飞弹基地对外见光。伫这个所在有部署飞弹，会当有效打击共军。总统蔡英文嘛强调，中国若是要拍台湾，就要付出正大的代价。也有自我防卫的能力。小村双方反舰飞弹大声反射中共军人威胁，总统蔡英文是到海军海防三中队，也或者伫3支地区的反舰飞弹阵地真罕见，互人知影。战争中心社报内部阵地有部署接近范围148公里的响指飞弹，结合射程200公里的上山飞弹，有效打击共军。蔡总统强调，侵略台湾会付出真大代价。侵略台湾或者是试图侵略台湾，将付出很大的代价。更将遭受国际社会强烈的谴责。学者分析，蔡总统这段时度针对共艦进行接近台湾24海里，国军有能力捍卫家园，海军反舰飞弹海防大队伫全台有2个固定阵地中队、2个机动发射中队，甲1个支援中队。因行政可以加大飞弹量产，加向美国采买100套暗地汽车飞弹，海防大队一定要扩编，加向全机动化。
因为随着中共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数量跟准确度都增加，那这种固定式的阵地要战力保存的话，其实困难性越来越高。所以其实国防部下一个阶段的重点就是要把我们这个陆地上的岸置反舰飞弹全部加以机动化。模拟日军进犯真一台 M60A3 战车伫移动当中突按射击，配防部只是透早展开定用草案。国军出动155榴炮、120迫击炮、5机枪等武器实弹射击，透过联合打击，展现坚守台海精神决心。空军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厉兵台海，前出西太，绕岛巡航。中共无停止文攻武吓，派出监视空舰一辆，空陆客甲运油指控侵入大海。国防部表示，至少有9架苏强机超过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空域，国军积极应对。记者综合报道。监察院是认定去年疫情指挥中心家机组人员防疫规定改做3天加11天，虽望决策是合理的，也毋过无对外做好说明，爱改善。那国民党的蒋万安是继续针对防疫的问题，是积极讲以方式介绍，乃拢不爱公开批评无公开无透明。但是中是颠倒问讲，公开对社会有啥物款帮助？现任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伊是对外表示，伊8月27就会辞职，专心来拼选战。24早时，伫内湖的关会活动，台北市长郭文哲、副市长黄珊珊，甲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共同出席。针对监察院22下晡认定指挥中心伫去年将机组人员检疫措施改做3+11是有所本，但是无对外详细说明应该改进。陈时中搁一摆驳回，实质上是没有问题，可是在程序上如果能够更清楚，让大家更了解，这样比较好。机组员跟他的亲友或者诺富特的员工的染疫，总共36人，那最后外有1790人次的样子，那都是阴性的，跟其他地方我们的染疫的基因定序是不一样的，所以硬要把讲这2个东西是有关联的，坦白讲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民众党团嘛，第24开记者会，批评监察院的报告是咧为陈时中护航。黄珊珊认为，不管监察院的报告是安怎，人民早就信赖有所。专家学者都提过了意见，那当时的放宽看起来好像是立法院的协调会嘛，那有没有专家学者的背书？看起来目前是拿不出任何的记录，病毒跑进来是事实。那承认错误没有那么困难。陈时中，不要再糊弄。另一方面，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回访立法院，出席国民党团记者会，讲到最近3+11甲疫苗文件保密的事件是有达到陈时中的弱点。公开透明就是他的阿基里斯腱，所以只要谁提到他就会跳脚，口不择言。陈时中就是联合行政部会，还有加上民进党党团。要只手遮天。陈时中甲黄珊珊共同出席关会活动，台顶共同杀公益，台下也是着边抢尾边选举。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继续来关心台南发生2个警察互抬窃案件，涉嫌的嫌犯已经互收押。这个嫌犯本地是民党外一家家的收容人，结果无照时间登去，等于是倒角的犯人。也毋过家属是讲，伊敢若是无照时间登去，毋是脱走。也毋过顺治的警察家属是认为家属在推卸责任，就是无咧管、无去找，才会发生这款悲剧。台南台警察的案件全国意外，姓林的嫌犯经过17点钟逃亡了后，23伫新地抓到，带回台南侦讯。台南地检署认为姓林的嫌犯所犯的是杀人等罪，是上轻本刑5年以上的重罪，而且有逃亡的事实，所以向法院申请羁押。24下晡核准羁押。逃亡的意图，因为被告犯案后逃往土城高中校园内，将作案用的凶刀丢弃于不易发现之处。企图湮灭罪证，故本案有事实，主任有灭证之羁押原因。知影伊的后生犯下重罪，伊的妈妈无奈表示，伊应该家己承担责任。你若敢会听话，你看，伊敢会去做嘞？就伊有责啊。毋过姓林的嫌犯，伊是明德外的监收容人，一定服刑到2028年，3个月会当转厝一届，这个月核准转厝了后，无依照规定15转来，伫外口佚佗7天。代志发生了后，甲方是讲，伊是超过假期无转来，毋是脱逃。互家属批评这个讲法真无人性，是伫家属的伤口所言。
如果它是一个有效、有能力的一个执行单位，它不应该是这种态度的，是事后再说议价未归。那再者，我所谓的因，如果他有把罪犯追回来，这个人会造成2个员警的受伤甚至死亡吗？面对家属批评，甲方表示有依法通报，不过是不是脱逃，不是甲方判定的。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用意哈，我们最主要还是做事实来做说明。他的确是放假没有回来，那我按照外间收容人还要探视办法，还有外间的条例哈相关的规定来做通报，还有移送。另外，掠凶嫌的时阵，警方捌锁定一个姓陈的嫌犯，捌互外界认定伊就是台警察的凶嫌，惊甲伊主动投案说明。台南地方法院证实，姓陈的嫌犯23因为早期案通缉到案，因为伊有真侪改犯罪，也甲通缉的记录，目前已经裁定羁押。记者综合报道。台南2个警察不幸牺牲往生，嘛引起外界在讨论警察当时会当开枪，当时应该开枪。新竹县的警察局即马随加强训练，而且更增加上新的抛射式的电击枪，会当伫4公尺半的安全范围内压制嫌犯。上准目标射出去，若是互射到，就会受到电击，2秒钟连面倒落去，而且电击的感觉可以延续10几秒。另外，还有红外线装备，用来提悬拍枪的准度。保持4到6公尺的距离，对我们一个执法的安全有一个很大的保障，不会导致有歹徒直接可以砍到我们的脖子。建议射程是4.5公尺，它的有效射程大概在6.5公尺左右，所以我们能够跟这个嫌疑人拉开距离，是最好的一个防御。新竹县警察局是在去年得到中央配发的新装备，之前因为疫情暂停训练，最近则渐渐恢复上课。想要到说来发生台南台警察的事件，警察局决定加强训练。操作的方式还有法令如何跟这个电击枪去做结合，这个就是完全依照警械使用条例里面还不到用枪的程度的状况去使用这个电击器。甲写出来的箭头看真足，箭头顶悬佫有倒高起，互写到的人想要走无遮尔简单。警方希望这款新型武器会当提升执勤的安全。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关心环保署环评大会线顶审查高铁走到宜兰这个计划，这个案件依法是要进入第二阶段的环评。开发单位是表示，高铁宜兰站会使伫宜兰县政府东南边，买甲代替的宜兰新站合作伙。若甲连续假期，东部回乡车票就真歹买，为扩充运输容量，交通部推动高铁延伸到宜兰计划，为南港站到宜兰站总长是60.6公里，赛时间是19分钟。暗过爱乌10个泵坑加起12座桥，占新起工程的9成8，路线避开翡翠水库集水区，经费差不多是1880亿。是完全避开翡翠水库的范围，同时是以地下化的方式来通过。路线会经过23个环境敏感区，通过11个非活动断层，山绑甲地质敏感区。开发单位指出，通过森林区会用穿过地下方式延伸了后，台北甲宜兰之间会有4线轨道。县政府表态支持。对于高铁延伸宜兰这个计划，我们全力的来配合跟支持。环评委员伫审查过程并无特别表达意见，书面建议交通部伫这个环评过程加强说明路线适宜性、开发必要性、加效益等等。进行引起争议的宜兰站设置地点选伫宜兰县府东南边，会甲代替宜兰新站共站营转制。最后环评大会确认这个案件进入更加严格自该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间5星级的饭店要伫台中的中区设一个新的据点，29要开始试营运。因为这个所在是旧城区，和这个所在有5星级的饭店，和这个所在闹热，拢一定是每一日台中市长主要的证件。若5星级的饭店伫遮，敢真正有法度带动效果？大家即马嘛紧看。
真快大厅关楼站有真水的全景视野，真出名的酒店业者宣布要伫台中开设新的据点，至9就要开始试营运，就伫中区台中火车站附近。原本是金沙百货大楼，酒店业者接手了后，虽然经过整建疫情的冲击，开幕延误800多天，不过也是看好伊的后续发展。它就是在火车站的前面，所以它原本就是一个经济的发源地。那希望能够把整个经济圈能够移转。再回到我们中区的这个区域，加酒店隔3条街，行路唔免5分钟的台中电子街是另外一个世界。一寡店面拢挂要租人，搁咧开店，这业者嘛無偌歡喜，拢講這塊地已經擺真久啊。你看到每一家的出租，只要一出租就完，就等於是沒落關着，等着就沒人要來的感覺，不像以前10年、20年前的以前這麼繁華了。台中升格地下市以來，3任市長攏甲振興舊城區列做主要的政見，不過成績攏無受到當地民眾肯定。文書工作者認為，中區交通真利便，市政府應該搭配酒店業者入來，開發有地方文化的旅遊方案來吸引觀光客，放年法規，讓舊厝順利換新整修，重現風華。實際的狀況來放寬，還是說來討論如何能夠讓老屋能夠展現它新的風貌？我想這個對於在地的業者也是一個強心劑，這樣子。台中市優化商區自治條例目前已送議會審議，若審議通過，且里邦愛美即將開幕，我們可以邀請里邦愛美來共同營造優化商區。市政府這個月通過台中市優化商區發展自治條例草案送議會審議，不過引起輿論批評內容敢若偏感覺法則，無獎勵無法度成人。出名的酒店入來中區，帶動歡迎的機會。公部門是不是會當對着民間的腳步？地方當地電台記者綜合報道。台南後壁是稻米的大產地，那後壁這個所在稻仔咧生長環境是真特殊，因為有鴨咧做伴。即陣後壁有社區，就甲一笪爬遠的寮仔改做合鴨生態園區，來推廣在地特色，帶動觀光。在乎佇廢棄的寮仔時間，有人咧抹安穩土，有人咧貼磚仔，更較特別的是，有人咧做鴨的模型。這是台南後壁，按算要把這個廢棄的區域打造做合鴨生態園區。把原本的河鴨，在我們代表貨幣一個很有生命力再現的一個場域，然後把它這邊活生生的、栩栩如生的讓大家看得到。為怎樣會用鴨做生態園區的主角？迄是因為後壁毋但是稻米的大產地，則閣有一款出名的特色，叫做合鴨米。農民會甲鴨飼佇咧田邊啊，鴨會入去田裡找食。甲一寡對稻仔無好的害蟲，親像是金寶類食掉。鴨屎嘛正做上天然的肥料，互鴨甲稻仔互助成長。這幾年國內旅遊當興，藝術家蔡玉華認為講，伊來後壁鬥爭塔這個生態園區真有意義。因為即馬足儕人會往鄉下、往各地方特色去尋求、去走動哈，所以。我做這個基本上也是很有意義的活動啊。對阮阿爸咧學這個啊，第一屆做過這個安尼吼，足歹做啊，吼，這古早時陣唔知安怎做嘅，係啊，啊拄好有這個機會，吼，感覺足好，係啊，足有心得嘅咧，係啊，做着攏袂忝。後壁推測稻鴨共生已經15年，鴨甲稻仔攏是在地重要的元素。中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張美雪講。希望利用台南市府的綠社區培育計劃，還有各界的高人來鬥三工，會當甲後壁的特色推廣出去，讓遊客來觀光。記者綜合報道。屏東縣嘉東農會配合政府的綠色照顧計劃，佇逐禮拜三的中晝，攏會傳幸福便當，送予鄉內的弱勢家庭，也有時段。唔但會當食到當地在地特色的農產，而且還有真熱心的志工會來煮食，展現好手藝。若收到便當的民眾，攏感覺真溫暖。規個灶骹香講講，總鋪炒出一盤閣一盤的料理，擺滿桌頂。這毋是啥物大餐廳，是屏東嘉東農會志工咧準備幸福便當，要提供予鄉里家己住無人照顧的時代，或者是較弱勢居民。做這個便當的人，我們的志工感受的是，也是溫暖在心窩。所以我覺得說，我們的長輩像比較弱勢的、獨居的，他們覺得就是給他們很大的溫暖。
嘉东农会逐礼拜三中昼拢会传这幸福便当，选用在地食材，唔但照顾时代健康，嘛帮助农产行销。我们就会以在地健康美味为主是当地是当令然后减少碳足迹来推动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个特色那我们会以尽量适合长者的牙口需要为主我就顺便领这个爱心餐回去送给我们村子里面有很弱势的家庭。每次他收到的时候，他都一直跟我说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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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是送得很开心做了一点小小的功德。有需要的民众拢会当去农会领幸福便当，一寡热心的志工，买替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甲便当送到厝。大家用实际行动互相关怀，甲爱心送出去，互收到便当的民众食到温暖的人情味。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伫1970到1980年代，是咱台湾文学出版业的黄金年代。甲当也阁有3间出版社坚持文学创作的出版。台北市文化局伫昨昏有举办颁奖典礼，特别感谢因对咱台湾文学的付出。这首歌曲的词是杨牧的作品，经过一座桃花拿。杨牧唔那是诗人，伊甲叶伯英等人嘛，伫1976年创立风帆册店。其实杨牧跟我要开出版社是很早很早，杨牧就说那就找另外的朋友，找雅璇、找沈燕士，我们一起来做。风帆册店今年得到台北市政府颁发予艺文组织的有用奖，同款得奖的阁有九歌出版社加儒雅出版社。我们碰到很多读者，他都会跟我们说，我们是看九歌长大的。那我很想跟他讲一句话，就是我是编九歌编老的。上个月我刚好到九歌满40年。那是一个作家很快乐的年代，出一本书。有很多钱，一下又来了，一下又来了，那是一个快乐年代。3间文学出版社创立到今，拢已经超过40档。伫文学出版愈来愈稀微的21世纪，风帆、九歌甲儒雅悠然坚持落去。除了颁奖表扬，台北市文化局嘛发行纪录片，希望记录台湾文学这段青红的历史。记者林思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地球公民基金会为着要监督违章的工厂，开发出一款手机的游戏，透过比对无同时期的卫星，也个空翕图，来看旧农地敢有新工厂，要靠正人的力量来保护农地掠违规。透过游戏来找违建工厂，地球公民基金会甲居林里社群做伙开发农地违章工厂的回报系统，从2017年到2020，农委会对农地资源盘销的岛主、加州所在，自今年9月开始，就超过6000人次来参与，就有公民力量找违章工厂。其实就是希望借由公民协力，一起来揪出新增建的黑数。并且找出我们到底哪里是台湾国土流失的这个重灾区。基金会表示，因先列出6000笔技术工厂的点位，互民众斗找，然后因会阁再次确认，选出面积超过1500平方公尺的大型厂房，到现场勘查，再向县市政府来检举。游戏就线到达，已经找出184笔的农地违章甲扩厂，分别伫台中、台南、高雄、彰化这4个热点。参与的民众甚至有小学生。他不管是说透过这个去了解这个议题，然后去了解自己的身边，还是说他真的去点击了以后，帮助收集这个数据，他都可以真实感受到他是再去参与，然后作为一个公民应该要做的责任。基金会表示，游戏除了鼓励民众参与守护土地，嘛呼吁地方政府应该要补充能力，积极追查，未来嘛会随着都市变更，继续更新软体，让全民做伙监督政府。记者陈阿不离小凯台北采访报道。嘉义市的庇护工厂材料中心，甲一寡弱势团体，伫去年拢有做中秋礼盒，今年嘛有。那去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销路无啥好。今年嘉义市政府就专工替因举办促销活动，希望社会会当斗阵来支持。启智发展中心的学员伫舞台顶表演，小家因做的中秋礼盒，
嘉义市的身心障碍弱势团体伫市政府办活动，希望增加中秋礼盒的销量。联合行销的活动，然后帮我们把我们身上学员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成果呢，能够行销出去，然后让于我们的成员可以有收入。希望我们可以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让大家就是可以就是激起大家可以以爱传爱哈，然后可以大家一起来就是共襄盛举。嘉义市社会处表示，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弱势团体中秋礼盒拢卖了无好，今年原物料佫起价，所以举办这个活动，希望有企业也是团体来支持。因为去年受到疫情的情况，没有办法像这样子办一个比较跟大家接触的记者会，所以其实在订购上面确实跟以往之前少了将近3成到4成。原物料的那个成本一直在上升，那第二又加上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们的那个业绩就是一直往下滑的。活动办落去，一个团体甲企业驻文的数量已经超过3000盒。嘉义市政府嘛表示，嘉义市这站嘛有够在社会抽奖的活动，希望社会大众会当用行动支持新疆朋友努力合适的成果。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伫芬兰的总理马林，进前是有朋友伫伊的官舍开 party， 佮翕一寡无穿衫烧酒的画面。这影片曝光了后，引起众人议论。那总理马林即嘛针对这件代志出面回释咧。两个女性烧金，也胸坎的牌仔写芬兰字样，就是这张相片，佮互芬兰总理马林的私生活受攻击。马林拜日表示，这张相片是7月音乐节了后，朋友伫歌社聚会时阵翕的。伊承认不应该翕安尼相片回释咧。事实上，已经唔是马林第一摆为相关争议回释咧咯。Pyydän anteeksi ilman muuta sitä omaa käytöstäni ja toimintaani. En ole toiminut tässä parhaalla mahdollisella tavalla ja siitä pyydän anteeksi. 去年11月初四，伊并知影家己甲迄一天确诊的外交部长有密切接触，伊还去夜店甲朋友聚会到加工透早，而且无挂喙罨。了后虽然检测阴性，有关互反对党批评做错误示范，伊也公开回释咧。进前网络佫传一段伊参加私人聚会唱歌跳舞影片，共款互人提出来做文章。马林就主动做药物检查，证明家己无食毒。马林伫2019年34岁时阵，做全球上少年总理。行事作风也甲传统政治人物无同，伊主张爱有家己的私人生活，也爱参加聚会、音乐节等活动，也希望民众理解工作甲休闲是应分开的。不过最近这画面也对马林的形象造成冲击。公司新闻站回应朋友。之前有一个比利时的查某囡仔，叫做扎拉塞夫，伊家己驶一只飞轮机环游世界，嘛捌飞到咱台湾啉粉圆奶茶。了后呢，伊的小弟麦克拉萨夫嘛，对阿姊的脚步，家己驶飞轮机环游世界。若伫顶一日已经完成任务。伊的小弟才17岁，所以即嘛创下上少岁家己驶飞轮机驶地球一年的纪录。飞轮机降落伫咧环球之路最后一站保加利亚，少年飞行员麦克拉塞夫一架机门开会就受到热烈的欢迎，因为伊才17岁，就成为史上一个人驶飞机驶地球一年的上少年的飞行员，为家己的青春写一个难忘的纪录。So I'm trying to show with this trip that young people can make a difference. You don't have to be 18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Just follow your dreams and they'll eventually come true no matter what age you are. 甲出来人做阵庆祝，其中也佫包括今年一个独创上少年女性一个人驶飞机飞地球一年的姐姐扎拉塞夫。这底下2个人的旅途，拢捌来台湾的松山机场啉珍珠奶茶，学到台湾的人情味。因的爸母除了做啦啦队，也对因的纪录感觉真骄傲。And they've shown to other youngsters that you don't have to be 18 even, certainly not 30, to make a difference and do something and follow your dreams. 麦克以这段环球飞行的旅程自3月23开始，总共伫咧天顶飞221点钟，航程54000公里。虽然半路伫咧杜拜也个克里特岛，因为签证的问题拖了要到3个月，不过也是顺利平安达成伊的愿望计划，并且伫咧飞的半路过伊正特别的17岁生日。记者综合报道。
面对疫情，中国坚持清零，嘛是因为坚持清零，所以三不五时就会传出爱封城、爱封锁，经济大受影响。真侪店头拢已经倒店倒档，不少人即马重新出发，开始开餐车，也是去摆路边摊啊。伫北京的路，即马就看到临时夜市啊，声袂少民众去交关。若针对这款夜市啊，资本北京政府是限制的，毋过嘛即马开始豆豆开放。夜市的人客家10桶桶内底食，用啥物拢总具，叫卖声大大细细是有够热闹。这甲台湾夜市真共款的所在，其实是伫北京。原来开酒吧的孔先生因为疫情生意无好关店，听讲夜市的人多，规气将陕西的招牌店搬去餐车，开行动酒吧。我在网络上看到南方后备箱集市非常火爆，我特别希望北京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后备箱集市，我参与到其中。另外一个卖印度香品的苏先生，本来也经营实体店面，因为疫情倒店了后，货品囤伫厝内底，伊就开行动货车到夜市啊，卖看卖。现在不是经济复苏嘛，然后呢，大家都过了出来这种摆摊做生意啊，但是就是人流也挺大的，然后也增加一下自己收入，也挺好的。过去伫北京，亲像安尼开车摆档有严格限制，不过伫疫情等好，政府鼓励复产复工的前提之下，愈来愈多人投资这种小本生意，也自然加做夜市啊。其实说实话哈，其实这些小东西我是没什么钱赚的，但是确实会在这里我能遇见很多很有趣的朋友。那疫情有变化，行动货车打翻有随时所添大优势，这种有高度春秋的经营模式，伫非常时期加做变经济上会管道，公司新闻站回面评价。今年热天北半球温度真高，所以可汗真热。欧洲甲中国的河川水是直头减少，一寡资本是沉伫水底古迹，包括二战纳粹的军舰，也有一寡佛像，即马拢看现现。长江沿海的热天气甲酷旱的情形，要甲2个月啊！伫四川重庆湘河口镇五大村的长江水位一直降，本来已经沉伫咧水底灰野牛倒搭已经冲出水面，倒搭顶头也个人看到3尊石刻的佛像。考古专家讲，应该是明清时期的摩崖造像，离即马差不多是600年前。历史景观出现，也吸引真侪民众专工来遮看。以后水涨起来了看不着了，趁这个机会看一眼。我觉得当时修这个佛像，可能也是为了这个航道上的渔民，求一份平安。今年自热天开始，北半球一直有异常的冠军甲酷旱的情形，溪流甲湖的水位降正紧，也意外互大家看到水底历史文物。伫咧德国有中欧地区定定看到的水文地标，就是一般所讲的基澳之洲。是伫咧基远酷旱时阵，有人甲石头放伫咧已经打到底的岸边，或者是河床，用来警示后代子孙毋通忘记的苦难的日子。8月初，意大利军方成功引爆一粒炸弹，这粒历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炸弹重有400多公斤，是伫咧破河的水位大幅度下降时阵，互渔民发现。另外，欧洲第2大河多瑙河也因为水位降到新低点。路经过塞尔维亚的河段，出现一只渐渐的船体，被人证实是2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乌海舰队的沉船船体。船顶头也有玻璃砵，也因为这款船体，河本来有180公尺的河面，变做只敢若剩100公尺，影响水面的交通。公司新闻张淑芬评测。当前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是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